過去嗰一年咧，其實好多外勞入咗嚟，就好多嘅飲食業嘅食肆啊、餐廳啊，都係請到外勞。我哋揾人去見工咧，見工嗰個人咧就成日同佢講：哎呀，唔啱你做㗎，你咁後生，我哋唔係一刀切反對輸入外勞嘅，只要你真正有誠意喺香港請人，最後請唔到，咪俾佢輸入外勞咯。港府上個月公布，本港今年2到4月經季節性調整失業率係3.4%，係2023年1月通關以嚟嘅新高。與此同時，政府繼續喺多個行業引進外勞或者專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早前就話，社會唔好將失業率同引入外勞相提並論，仲話香港經濟喺今年嘅首季穩健增長，社包單對未來嘅就業前景有信心。咁勞工界又點睇呢？我哋就請嚟勞聯嘅立法會議員周小松一齊嚟傾下。其實我哋都想了解翻啦，我哋前排就講緊話香港個最新失業率去到3.4%，其實都叫做已經係2年幾嚟嘅新高啦。咁其實而家見到有冇啲咩行業嘅嗰個失業嘅情況比較嚴重？係就啱啱公佈啦，早幾日咁嘛，就最新失業率去到3.4。實際上你話3.4本身算唔算係好高咧？事實上就唔係好高。但係我哋睇到個趨勢咧，又似乎又幾擔心下，又唔係幾好嘅。尤其是某一啲行業啦，我所關注開嘅有啲行業，陣間可以介紹下啦，就都升得都幾犀利下。咁本身呢一個3.4咧，事實上亦都係2年幾嘅高位啦。其實就香港嘅失業率咧，就喺2.9至3.1之間咧，就徘徊咗好耐嘅，即係成2-3年都係呢個水平。但係依家咧就喺一個月入邊，突然間跳咗2個點咧，由3.2去到3.4啦，就業不足率咧，亦都係有所上升嘅，1.1去到1.3。咁事實上整體嘅失業人數咧係多咗6000幾人嘅。事實上我哋都幾關注呢個現象啦。咁我睇開咧就包括飲食業啊、建造業啊呢兩個，我覺得就比較明顯地咧。佢嗰個升幅係比較大嘅。先講建造業啦，建造業咧就最新嘅失業率咧係去到5.7%嘅，即係呢個行業嘅失業率嘅情況咧，其實我關注住2年㗎啦。實際上就我睇翻大概2年前度啦，就2023年嘅7至9月嗰個數字咧，建造業嘅失業率咧係3.9嘅。其實咁多2年嚟咧一路咁輕微咁上升。到依家5.7，有5.7就事實上就幾高下嘅。過去2年建造業咧就係一個輸入勞工嘅特別計劃，佢有12000個名額嘅。咁當然到最新嘅數字咧就大概有9000幾度啦，批出咗嚇。咁呢9000幾嘅建造工人輸入嚟之後，自然，如果你本身嘅私人工程又唔係幾夠，咁自然就會即係本地嘅建造工人咧個就業情況就會差啲。咁反映喺失業率上邊咧，就咁一路咁升上嚟咯。咁另外一個行業咧就係餐飲業啦，呢個亦都係比較明顯嘅。咁目前嘅失業情況咧，都係失業率咧都係去到5.7嘅，兩個數字啱好都係5.7。呢個咧我又睇翻2023年嘅水平咧，佢當其時咧大概4.1%啦，就係2023年嘅7至9月嗰期4.1%，由4.1又一路係咁升到嚟依家5.7%。呢一個咧就我哋都同政府講嘅，建造業嘅輸入外勞咧有個上限就係12000人。事實上咧到依家佢未用滿嘅，依家批出嘅9000幾個。當然啦，依家嘅情況咧就係話，如果私人樓盤係開工量係少，咁咧就個輸入外勞嘅需要咧就唔應該咁大㗎。事實上呢個計劃咧係發展局睇嘅，發展局咧我相信佢都會睇住啲數字嘅。曾經有一度咧。發展局係停止過審批外勞申請嘅，因為呢個計劃行咗就嚟2年啦。我相信2年嘅時候需要重新再檢討，我哋再重新去檢視下究竟我哋成個建造行業嗰個人力需求嘅情況係點。因為當年你輸入外勞嘅時候咧，就基於當時嗰個建造業嘅人力需求咧係話差幾萬人啊嘛。我相信你依家行咗差唔多2年，係時候咧要再睇一睇檢視下我哋整體未來嗰個建造業嘅人力需求係點樣？飲食業嘅好多工友咧，就喺過去嗰1年，睇得到咧，佢哋嗰個薪酬係受壓嘅。
不管工作機會啊、薪酬啊，佢都受壓嘅。咁都有相當比例嘅一個數字咧，係表示個2024年係冇人工加嘅。咁啊，第二個咧就佢哋嘅即係反映咧，就係過完年之後咧，就好多人咧就曾經失業，曾經冇咗份工。當然就飲食業咧，佢有個旺季嘅問題啦。好多時即係過年後啊，可能嗰段時間過咗之後咧，佢就會收縮少少，但係就未試過咁大規模啦，咁多人咧，即係喺過年後就曾經冇咗份工作，真係有啲又再揾翻啦，有啲又失業啦。咁第三個現象咧，佢哋覺得咧好多公司都請到外勞啦。之前咧就我過年前嘅時候，佢哋就反映有請外勞嘅公司咧就比較少嘅，得9%，好似我記得個數字。但係到過年後咧，佢哋反映有70%到嘅公司咧係請到外勞，即係反映自從放開咗輸入外勞之後咧，就過去嗰一年咧，其實好多外勞入咗嚟，就好多嘅飲食業嘅食肆啊、餐廳啊都係請到外勞。我輸入外勞嘅前提就係呢個企業喺香港請唔到人，所以輸入外勞咧就影響唔到佢嘅，因為你喺香港係請唔到人啊嘛，冇人做啊嘛，所以我請一啲外勞嚟唔會影響失業率。佢係咁睇嘅，但係實際上咧就唔係咁噶。實際上好多公司咧根本佢就係有咗外勞呢條渠道之後咧，佢就唔係咁中意請香港人啦，甚至去揀人啦，揀啲年輕力壯嘅梗係去請啦，年紀大少少嘅唔請啦。更有甚者咧，請咗外勞嚟之後咧，就頂替咗本地工人，就先炒咗本地工人，外勞就喺度做。呢個現象係喺飲食業係非常之普遍嘅。咁好多嘅廚房喺外勞一到啦，咁就本地嘅長工你又變咗替工，替工就變咗失業，即係呢個現象係非常之普遍。所以你話喺現實上咧，外勞確實係令到本地嘅部分工人咧係冇咗份工嘅。當然啦，你話係唔係失業率嘅上升全部都因為外勞會造成咧？呢個我又唔敢咁樣攞一個咁嘅結論，因為點解咧？失業率上升確實係同嗰個行業嘅一個就業嘅情況係有關係嘅。當然啦，一般嚟講，你個就業情況唔好嘅時候，就唔會輸入外勞嘅，因為本地工人好多都冇嘢做啊嘛。但係係唔係因為輸入外勞而令到佢哋，而令到呢個行業本身嘅職位少咗咧？又未必係嘅。所以呢個係一個因果關係啊。但其實有冇聽過一啲，譬如啲僱主會唔會有啲咩奇招怪招？即係其實因為我哋講緊好多本地嘅勞工都未必揾到工，係，而佢哋又去繼續請緊外勞。冇錯，係用乜嘢嘅方法去？係呢個方法好簡單嘅啫。事實上咧，就即係我哋以前都同政府講冇問題嘅，我哋唔係一刀切反對輸入外勞嘅。只要你真正有誠意喺香港請人，最後請唔到，咪俾佢輸入外勞咯。但係實際上咧，就喺呢個本地招聘呢個環節咧，就往往就出問題嘅。因為啲僱主咧知道我本地只要請唔到人，我就可以輸入外勞嘅時候咧，佢就會編出各種理由去唔請本地工人，甚至乎咧有一啲好極端嘅個案，我哋作為工會都派啲人去放蛇你請人啊嘛，我哋揾啲人符合你條件去放蛇去見工，咁咧佢係以一個好唔合理嘅理由咧，係會令到你自己要講出呢份工都係唔適合我啦。我舉個例啊，以前我真係揾個人去見嗰啲老人院嗰啲護理員啊，護理員大家都講冇乜本地人肯做啊嘛。事實上咧，我哋按照佢嘅工作條件、開出嚟條件，我哋揾人去見工咧。見工嗰個人咧就成日同佢講：哎呀，唔啱你做㗎，你咁後生，嗰啲阿婆阿公咧好麻煩㗎，佢哋好污糟㗎，你做唔掂㗎啦。咁可能佢哋有陣時又要賴屎賴尿啊，你都做唔掂㗎啦。總之揾呢啲嘢嚟嚇到個工友，總之要嚇到佢咧，我唔係呢份工都唔啱我。新增8個可以引入外勞嘅工種。咁電工啊、升降機技工啊、飛機維修其實我哋聽落好多，其實本地我哋都有做一啲，即係可能係有人才培訓，譬如職訓局等等都有類似嘅課程。咁其實政府而家見到，即係行業當然佢係有困境嘅，佢係請唔到人，需要去增加。你點樣睇呢個問題？係邊個環節出咗問題？佢呢個計劃咧，
實際上佢又唔係輸入勞工計劃嚟嘅，佢係叫做輸入技術專才，佢叫做技術專才。嗱，依家咧，除咗勞工處正話所講嘅一啲補充勞工計劃啦，再加幾個行業嘅特別計劃啦，行業特別計劃有運輸業啦，有建造業啦，有護理員啦，幾個特別計劃，呢啲叫做輸入勞工。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就喺入境處睇嘅就叫做輸入人才計劃，都係一紮輸入人才計劃。最高嗰個高才通大家都知啦，跟住仲有啲一般就業政策啊，輸入內地勞工計劃啊，有呢啲咧叫做人才計劃。政府依家推出呢一個上限1萬人、3年1萬人、8個行業嘅計劃咧，叫做技術專才計劃。事實上我理解咧，佢推出呢個計劃咧，似係一個人口政策，因為佢專登要揾咧後生嘅，同埋咧佢透過呢個計劃入咗嚟之後咧，佢係可以做7年之後就成為香港人。事實上咧，可以講係一個人口政策。所以我哋在勞工界咧，我對呢個計劃咧，我又唔係太反對。依家問題就係點咧？就係你要點樣去決定邊啲行業，你一定要睇得準。你譬如話嗰個行業嗰個工種，香港真係冇人，又冇後生要入行，你培訓又培訓唔切，或者你培訓完之後都冇人做。呢啲工種又係所謂城市運作必須要嘅。呢啲工種咧，你引入呢啲比較後生啲人入嚟，咪喺嗰度做咯，冇問題啊。佢又唔會同本地嘅工人爭飯碗，係咪？但係如果你某一啲嘅專業你搞錯咗，嗰個工種根本就好多香港人做緊嘅，你引入啲後生又嚟呢度咧，其實就冇意義嘅。所以我覺得咧，就呢個計劃本身我唔係太反對，但係咧，你一決定邊啲行業嘅時候，一定要同嗰個業界咧去仔細去傾清楚。哪怕依家定咗啲8個行業啦，8個工種啦，你都要逐個工種，依家冇公佈逐個工種係幾多人啊嘛，你都要逐個工種去再睇一睇，呢啲工種似乎香港人唔係好缺喎，你就唔好一下入咁多人，你可以試下用少少嘅名額俾嗰個工種去試下先。有一啲工種係真係好缺嘅，大家都公認好缺嘅，佢嗰個業界啲工人都覺得都唔夠人嘅，咁你話稍為可以多少少啊？你都頭先都舉咗例啦，係其中有一個電工啦、升降機維修啦呢啲嚇。事實上咧，升降機維修咧就大家都知道係缺人嘅，呢個包括好多幾年前都嘈得好緊要啊！啲升降機壞咗啊，冇人整啊，有陣時又成部機跌咗落嚟啊！呢啲案例咧出好多，但係咧維修人員咧就確實係唔足夠嘅。依家喺香港咧，事實上有升降機嘅營運牌照嗰啲咧就得幾十間嘅，但係嗰幾十間咧好多都係為咗特定牌子嘅一啲工，即係佢嗰個牌子嗰電梯牌子嘅維修工人嚟嘅，佢收唔到整唔到第二個牌子嘅，所以成個行業咧。嗰個維修保養咧，確實係人力方面咧，確實係比較困難嘅。因為你知啦，一起樓就有升降機，一起個商場又有啲升降機，出邊嗰啲自動梯都係喎，自動梯都係要佢哋維修保養嘅。所以咧，呢啲需求越嚟越多，但係人力咧就冇人入行。呢啲係確實係有需要嘅時候咧，你揾啲後生啲人入嚟做呢一行，我覺得無可厚非嘅。但係咧，我又點睇呢個行業咧？其實你就算輸入嚟，我覺得咧，如果你呢個行業本身嘅生態唔去改變咧，你都係解決唔到個問題喎。